就是讲我伫咧讲啥，一人一家代，个人的家庭有因的规矩甲做法，这拢无共款。你教育岳飞啊，你就要以这个家庭为主。你即马是我陈家的新妇，毋是恁后头厝杨家的人啊。这点你爱想我清楚才好。你莫时常想讲要为遮乌装啊教，等下恁后头厝无抢我空，迄我是毋准哦。我袂啦，阿爸、阿母，我袂啦。岳飞啊，你也爱较注意咧。一刀里虽然讲无偌济钱啦，也毋过生理还生理啊。现在要安尼，我哪袂堪的哦。我知啦。去休困。一刀米哦，甲这两罐酒实在无啥会好。啊，等你二时头就咧啉烧酒，你是咧毋捌啉着呀？你是咧靠腰哟？无米啊！迄天你去树兰遐摕两个米，食了后呢？你若规工顾要啉烧酒吼，安尼巴肚敢袂饱心？你规日去找树兰啦，你搁摕一寡倒转来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以后我若去因兜吼，因要杨麦生对姓陈啦。哦，啊你即摆来遮歹啊？啊你若怪姓陈哦，你今仔时敢若有番薯针通食尔哦？你靠腰啦！啊你是哪路？你是起笑了？敢若有拖到老等啊？你笑咧丢到后边啦，有影你现在就笑后边啦。阿花啦，等你啦，阿花啦，阿花啦，阿花啦。阿花啦，叫你等我，你是袂晓听呀？甲你安一直行，一直行，哭哭行，哭哭行，你是袂晓等我呀？点咪啦！你搁敢讲哦，拢是你害的啦！你若莫遐贪心哦，我遐一嘛袂去了，佮骗袂去啦！哈，拢怪我，我贪心，你敢都白贪心啊？你拍，你拍！好啦，我贪心，我开始，我开始啦！拢冤对，我贪心，我贪心啦！你拢袂贪心，我开始，我开始，我开始啦！是安怎啦？你现在叫你扒家你嘴皮啊！你讲啦，你是安怎啦？阿母啊，安怎啦？安怎啦？我遐钱哦，我遐钱拢叫伊人佮骗袂去啊啦！无，阿弟啊，这是毋是事实咧？无，是我啦！你讲，你毋是讲伊若佮要牵线你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，是我啦！我哪会知啦？我今日落要去收安尼的时阵哦，都找无人啊啦！你讲毋是安尼了？你啊，你来规整个人哦，嘛做一个钱拢叫骗骗去啊啦！是我，啊，毋是讲伊家己亲戚无要紧，啊，是那变安尼啦？阿弟，你讲，你讲啊！我的钱拢摕袂倒转来，我的钱拢了起来，拢是你害，拢是你害啦！拢是你害！哇，好啊啦，你莫怪阿弟啦，迄是我家己唔好啦。你有够无能，到即摆还搁咧为你有够无能，你死你啦！这但是你害。啊，恁三个是啥物代志呢？发啊大细声啦！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。啊，无代志啊，发啊大细声，啊，搁笑到安尼。你若爸即摆咧酒醉，伊毋知人，即个代志绝对毋通我知，知无？知影啦。嘿，新儿，你要啉无？哎呀，人伊袂啉啦，你坐咧，你坐咧啦。嘿，陪我啉一下。啉你去死啦！你家己啉啦。嘿，啉嘛会死。
咱想要趁人红利，人想要趁咱的钱，即马甲想着，拢袂有啊。我若久，我自细汉就足疼我哪会知影讲伊会甲我骗钱？不要紧啊，丁啊，咱钱若无吼，趁就有啊啦。阿母，你遮济啦？免咧加好咧啦，无恁两个即摆到底是拍算啥样啊？讲消摊吼，都咱家人啦。我看是实实在在吼，趁钱较好啦。母啊，我即马决定要来开铁头店啦，好好趁钱啊。好佳哉哦，遐阁有钱好开店咧，遐若无哦，我都无5万啊啦。母啊，我即马哪阁有钱啊？啥？我你即摆咧讲啥？啊，你开店无钱，啊，你毋咧敢讲假的？店嘛是爱着开啊，要毋过钱的问题，母啊，你嘛替我想一下办法的啦。当我即摆要倒遐生钱，我的钱都拢乌了了啊，我要哪有钱啦？拜托你啦，母啊，你即马钱已经摕我来去开店啦，啊，咱这代代志吼，嘛袂用阮爸知影啦，无到时哦，看要怎。我都前世时，毋知欠你什么死人罪啦，死个啦罪，将我甲害啦，害我气死了。母啊，母啊！哇，这米遮水，这煮起一定足香足好食。欧巴桑，你买米啊？这米甲牛一道吼。哦好。你要开啥菜呢哈？你是安那啦？你怎安尼啦？安怎啦？你毋知我啥物人哦？我管你是啥人，你也无要买米吼？出去，出去啊！你来接无咧？你做啥啦？玉辉啊，阿母，我要来找秋兰的啦。手咱伫内面啦，你对我入来。好。米甲牛一道，会记得哦。哦。阿母，你莫阁哭啊啦！我尽量替你想办法啦。阿兄哪会遐尼糊涂啦？遮尼济钱拢有人骗去啊！这一来回去，拢是恁兄所害，拢是恁兄所害啦。开铁头店本钱是差不多爱偌济才有够。生活来讲，爱100块才有够。哈，爱100块遐济哦。 100块，好啦，无我替你来甲阮倒上借看卖啦。哪有100块，我这关都拖会过啦。秋兰，拄只玉辉咧讲要去甲因倒上借钱，是毋是？ 借100块，我都爱搁还伊。阿母，哪有人借钱免还的啦？做一个袂使，摕一个钱，互阿兄开店嘛无到倒位。玉辉家己敢无钱哦？玉辉赚的钱哦，拢交互因阿爸，伊家己也无欠钱啊。是讲阿母，你这款的想法，敢嘛太过分？啊！ 你嫌我受过分哦，秋兰，无猜阿母饲你20多年，你才嫁来几个月尔，你都规个心拢活去担家去啊！你安尼对待我，敢袂受过无良心？免看啦。 规矩我讲互你听啦，迄是写安尼啦，借100块，1个月还10块，每个月要还钱的时阵，
爱加一款樱花酒做利息。你若认为讲好，才当收入。想清楚哦，行会起才转，莫到时转会行袂起，毋知要甲谁讨吼。阿母，你会记甲媳妇来讲，叫伊来较拍拼咧，啊照时间还钱，要若无我甲秋兰会真歹做人。千里路，万里情。天下的母亲第一个。爸，这是什么情形？我安尼借一个钱尔，都搁叫我转骹无手印。啊，岳父爷讲迄个话，嘛是伤过超过。伊若讲惊我钱无法度还，嘛免讲迄个话来甲我口说。当初我若莫将你嫁来因即口走就好。爸，我即马摕遐片金哪有效？你即马若莫嫁，你倒去厝也有法度趁2人份的工钱互我咧。了解，莫讲，我减趁有偌济，你敢知？但你即马做好家人身份，你好命啦！你会当徛在岸顶纳凉，你敢知影？我阁是伫水底伫咧默默受咧啊！好啊啦，你免对我哭哭行啦，我要来转来。才讲的话，我拢总有听到。我才替你感觉真委屈。阿母，恁老爸老母来甲你写死情，你有啥物好晓摆啊？无啊，你是下狗还是臭耳人啊？我伫讲话你拢无伫听上，你搁晓摆啥物货啊？我唔敢。唔敢，唔敢，你甲跪下去！我的话要听无？要听上好啦！起来啦，起来啦！我是甲你试看卖的啦，啊无缘无故叫你跪要创啊！我毋是遐无讲道理的人对无？我看应该安尼啦，你莫困啦，啊灶骹吼大细项代志，啊甲遐碗盘你拢去洗洗互清气，明仔载我要检查，安尼会用的无？咱今2点无啊，你毋困是伫遮创啥？阿母叫我清灶骹啦。啊，这灶骹你平时啊都已经清甲真清气啊，是搁啥物通清的啦？哦喏，你看，还阁做垃圾的呢。秋兰，无人清灶骹，佮用针片影的啦。真妖！啊，明早灶骹已经真清气啊，啊，佮挑人叫你来清，我看吼，伊是要甲你逼互起笑的啦。这款无理的要求，你莫插伊啦。我即马
已经无立场去反对伊讲的话啊。伊讲啥，我就做啥，顺伊的意就好啊。是啥物合作无立场啊？都因为恁厝的人除了你歹做人。秋兰，阿姨啊，就是去抓着你的弱点啦，这安尼无你咧要求你啦。会让你遮做煞，明仔载也毋知我变啥出头啦。免请啊啦，我来就甲问候清楚，看你到底想要创啥啦。你讲咩啊？你别去啦。好啦，我去休困啦，你别去追。袂用是啦，我一定要叫下暗吼，甲话讲清楚啦。小辉，阿姨啊，我有话要甲你讲啦，阿姨啊。小辉，有啥代志，明仔载才讲啦。袂用是啦，阿姨啊。我有代志要找阿姨啊啦，拜托伊放秋兰煞好无？有话明仔才才讲，敢袂使是啊？我今日要甲话讲清楚，啊若无，秋兰叫阿姨变甲起笑啦。玉辉啊，清灶骹本来就是秋兰的工课，我是甲他提醒尔。啊，伊半暝也毋困，要去清灶骹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搁再讲，灶骹有清气也无清气，伊看就知影。啊，既然灶骹来清气，伊搁清要创啊咧？秋兰啊，你著较三白的哈，你家己毋困，叫我等你莫困心。阿姨啊，你即马阿爸，是的啦。去困去困。倒啥？我要甲秋兰换做外口倒。你今晚在讲啥？你叫我先等下厝大，我要搬出去，搬开啦！天下的母亲白伊个，你叫我先等下厝大，我要搬出去，搬开啦！为着秋兰，你正好敢甲我讲这款话，啊？阿爸，无啦，玉辉无这个意思啦。你阿爸是累啦。免落去，免落去，当作我无听你讲这句话对。去困。辉，你莫生气啦。敢讲你的我目睭根本看你是委屈了。你就当作你无看到，你为我较忍耐咧，好无？秋兰，你小狗讲的，你小狗讲的，你知影无？一千里。